消委會質疑一啲健康水機冇科學根據之後，其中一種水機鑽石能量水嘅代理商喺報章刊登多版嘅廣告，列舉學者嘅理論回應。不過我哋接觸過廣告提及嘅部分學者，有學者話未聽過能量水嘅理論。鑽石能量水就話即係引述學者支持水對人體健康，否認有誤導。先由譚偉雲報導學者點樣講。鑽石能量水嘅廣告引述咗前台灣醫學院生化研究呂豐洲嘅著作。我哋揾到呂豐洲。我的研究是研究電解水，我沒有研究能量水，所以他把我的名字套在能量水的話，他是欺騙消費者。如果他強調他是能量水多好的話，請他拿出科學的數據。而廣告入面提及嘅日本專家林秀光未聽過鑽石能量水嘅理論。breaks down the structure of water molecule by a magnetic technology derived from natural minerals. I've never heard such a theory. 廣告提及嘅呢一位美國學者已經過咗身，佢生前成立推廣飲水健康嘅組織就話，佢一直唔支持改變水嘅天然狀態，只係鼓吹人應該飲足夠嘅水。至於廣告入面嘅另外一位學者，我哋就接觸唔到。有線電視記者譚偉雲報導。除咗學者之外，廣告亦都列舉產品獲得嘅多個認證同獎項。不過有發出認證嘅機構話，只係為水機入面部分組件做最基本嘅認證，證明處理之後嘅水唔會比之前更加污染。佢哋會調查廣告有冇誤導。再由譚偉雲報導。我哋根據廣告列出嘅獎項同埋認證逐一查詢。發出呢一個 NSF 品質認證嘅係一間國際公共健康產品驗證機構，佢哋嘅代表接受我哋訪問時話 ，NSF 只係認證水機入邊其中一個濾芯符合最低要求。It's simply certified for material requirements, which means that water passing through it will not come out any more contaminated than it might have been going in. 至於廣告聲稱可以改變水分子團，促進健康 ，NSF 話冇測試過。佢話會調查廣告有冇誤導成分。NSF always wants the mark to be used as clearly as possible for consumers. If we find that the mark is misleading the consumers through this advertising or any advertising, we will ask that it be changed to meet our policies and to be very clear for the consumers. 發出 WQA 印章嘅美國水質協會就話，只係確認鑽石能量水系統可以減少水嘅異味同埋過濾雜質。其他聲稱同佢哋無關。發出超級品牌信譽品牌獎項嘅讀者文摘就話，獎項係由消費者投票決定，讀者文摘冇權影響選舉結果。我哋曾經聯絡過其他嘅獎項，呢一個發獎嘅機構係一個搞展覽嘅組織，佢哋喺網頁上面話，鑽石能量水可以分解水分子團，但係就冇提到有啲咩驗證。而另一個發獎嘅機構亦都係搞展覽嘅組織，佢哋話唔會替產品進行測試，但係就有專家睇過參展商遞交嘅文件。有線電視記者譚慧文報導。鑽石能量水嘅總代理就話，廣告中引用多個學者嘅言論，清楚列明係引用佢哋嘅著作，以支持水對人體健康嘅論點。廣告中冇指學者同產品有關，相信應該唔會引起誤會。廣告只係羅列鑽石健康水機曾經獲好多獎項，唔係講水分子團細獲得好多獎項。廣告篇幅有限，未能夠詳細解釋每個獎項嘅內容。如果引起公眾誤會，實在唔係佢哋預料嘅。市面上不同產品獲獎宣傳嘅時候，